從26歲男星丁澤仁自曝被要求列責，到王晶爆料大獎納幕牽連易烊千璽，再到繁花劇組錄音事件牽扯出的一系列驚人納幕，娛樂圈的水似乎比我們想象的船要深得多。先來說說丁澤仁這件事。今年11月19號，26歲的男明星丁澤仁突然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賬號上發布了一條動態，這一動態瞬間在網絡上掀起了軒然大波。他提及的是幾年前在網上鬧得沸沸揚揚的一件事，簡單概括就是一位中年女人在短短幾年時間裡為丁澤仁花費了幾百萬，然而丁澤仁卻背着這位中年女人偷偷談起了戀愛，這不就是典型的富婆包小鮮肉戲碼嗎？當時這件事在網絡上引發了不少的轟動，但丁澤仁並沒有第一時間站出來正面回應，仿佛這件事與他無關，又或者是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時隔許久，他突然舊事重提，在動態中他詳細講述了自己與這位中年女人的相知過程。他說自己19歲那年在高鐵上偶然遇到了這個女人，這個女人一上來就開始欲慘，各種訴說自己生活的不如意，成功博取了丁澤仁的同情，進而換取了他的聯繫方式。加上聯繫方式後，這位女人便開始了對丁澤仁的經濟援助。她出手十分闊綽，給丁澤仁提供了很多經濟上的幫助，而丁澤仁也全盤接受了。畢竟，對於一個初入娛樂圈、旋在努力打拼的年輕藝人來說，這樣的援助無疑有着巨大的誘惑。然而，事情的發展卻逐漸偏離了軌道。丁澤仁在事業上升期，不顧與這位女人的約定，偷偷談起了戀愛。這一行為徹底惹惱了這位女人，她覺得自己的付出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於是開始用各種方式進行報復。其中最誇張的一項要求，就是讓丁澤仁去列責。丁澤仁發布這條動態的目的，看似是想為自己進行洗白，向大眾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表明自己並非故意為之。可惜網友們並不買賬，大家心裡都清楚，他和那位女人的關係，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他自己先做出了不應該幹的事情，違背了與那位女人的約定，所以才遭到了反噬。而且，這位能在幾年內為他花費幾百萬的女人，肯定不是怎麼普通人物，背後或苦有着複雜的背景和強大的勢力。這無疑是最典型的圈外大佬支援圈內小鮮肉的案例。只是這一對有人先不懂規矩，打破了這種看似默契的交易，才使得這件事曝光在了大眾視野面前，讓大眾看到了娛樂圈中這種不正當關係的冰山一角。除了丁澤仁這件事，前段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的錄音事件，也牽扯出了娛樂圈更多的納幕。這件事涉及的人物眾多，主要當事人有王家衛和秦文。王家衛，這位在電影界有着舉足輕重地位的導演，他的作品風格獨特，深受觀眾喜愛。秦文憑借出色的編劇才華，獲得了最佳編劇獎，在編劇領域也有着一定的知名度。他們倆在拍攝《繁花》的時候，招了一個叫程俊年的人。這個程俊年的崗位十分混亂，既要負責創作劇本，又要當生活助理。了解《繁花》的觀眾都知道，這部劇最終秦文懷得了最佳編劇獎。然而，程俊年卻覺得自己在這部劇的創作中付出了很多，功勞被秦文獨佔，於是開始了自己的擁權之路。他發出了很多錄音來證明自己才是《繁花》真正的主要編劇。這些錄音一經曝光，瞬間引發了軒然大波。其中一段錄音中，秦文的聲音清晰可聞，他竟然說自己打警察被找到了局子裡，並且絲毫沒有慌張之意，旋聲稱找關係就能出來，甚至傳說出了找的是誰。這一言論簡直讓人驚掉下巴，完全不顧法律和道德的底線。很快，帽子叔叔的官方人運就鉗對此事發布了通告，稱秦文並不存在打警察的行為，只是從背後拍了拍，而他所說的找關係也只是吹牛。但即便如此，
這件事旋是給循文的形象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而王家衛也因為這次錄音事件被牽扯出了以前的事情。有消息證實，幾十年前，他們劇組幾十號兄弟竟然直接組團開漂，並且船被當場遞到。這可不是網傳的虛假消息，而是得到證實的真實事件。而且，王家衛的公司曾經也對這件事回應過，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沒有意義。這種回應態度更是讓人覺得其中似乎隱藏着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不僅如此，船友爆料趁王家衛曾經讓一位女配音員一邊舔着自己的手指一邊配音，這種行為簡直太離譜，完全不顧及他人的尊嚴和感受，將娛樂圈中一些人的傲慢和無禮展現得淋漓盡致。再把目光轉向最近娛樂圈的另一件大事，前些天00後演運易烊千璽憑借出色的演技，拿下了金雞影帝的稱號，而且旋刷新了金雞獎最年輕影帝的紀錄，成為了00後第一位影帝。這一消息傳出後，全網都在為他恭喜，粉絲們更是激動不已，紛紛為自己的偶像感到驕傲。然而，就在大家全沉浸在易烊千璽獲獎的喜悅中時，香港大佬王晶突然爆出了一個納幕。王晶在娛樂圈摸爬滾打多年，有着豐富的經驗和廣泛的人脈，他的話自然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他說自己父親當年拍出一部非常厲害的電影，這部電影無論是劇情、拍攝手法、全是演運的表演，都堪稱一流，但卻並沒有獲獎。幾年後，他父親隨便拍了一部電影，卻又獲得了本來應該得到的獎，就好像這個獎是被人給買走了一樣。在談到易烊千璽時，王晶的評價十分耐人尋味。他直接評價易烊千璽演的那類人物拿獎太容易，但是話鋒一轉又突然說他喜歡演一些難度大的角色。這些話被曝光出來之後，瞬間在網絡上引發了熱議。易烊千璽剛拿的影帝瞬間被一些人質疑沒含金量，認為他的獲獎背後可能存在着不為人知的納幕。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易烊千璽這位演員的實力是有目共睹的。他在多部作品中的精彩表現，都得到了觀眾和業內人士的認可。他為了塑造好每一個角色，付出了很多努力，不斷挑戰自己，提升自己的演技。從《少年的你》中那個叛逆又善良的小北，到《長安12時辰》李聰明機智的李必，他都用精湛的演技將角色詮釋得淋漓盡致。然而，即便如此，王晶的爆料旋是讓他的獲獎蒙上了一層陰影，也讓大眾看到了娛樂圈中大獎背後可能存在的潛規則。娛樂圈這個看似充滿夢想和光環的地方，背後卻隱藏着如此多的陰暗面。從丁澤仁事件中的不正當關係，到繁花錄音事件中的違法亂紀和傲慢無禮，再到王晶爆料的大獎納幕，每一件事都讓人觸目驚心。這些事件不僅僅是個別人的行為，更反映出娛樂圈這個大環境下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在這個圈子裡，有些人為了名利不擇手段，不惜違背道德和法律底線；有些人憑借着背後的勢力和關係，肆意操縱着各種資源和獎項；而一些真正有才華、有實力的藝人，卻可能因為缺乏背景和資源而得不到應有的認可和機會。這些陰暗面的曝光，無疑給娛樂圈敲響了警鐘。他提醒着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要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不要被名利沖昏頭腦。也提醒着相關部門，要加強對娛樂圈的監管力度，規範行業秩序，營造一個健康、公平、公正的娛樂環境。同時，對於廣大觀眾來說，我們也應該保持理性和清醒的頭腦，不要盲目追星。要學會分辨是非真假，不被娛樂圈的表面現象所迷惑。只有這樣，娛樂圈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充滿正能量，能夠培養出優秀藝術人才的地方。而那些隱藏在黑暗中的醜惡現象，也終將在陽光的照耀下無所遁形。